美國超市嘅貨架上突然出現咗一批貼住不含脂類油標例嘅產品，賣得比同類貴一大截，依然有大批蘇 P 叉買單。背後嘅矛頭直指一種大家用咗幾十年嘅平價食用油。究竟呢款油有咩問題，會令到成個行業急急腳同佢割席？呢場驅逐脂類油嘅運動係科學實證嘅結果，定係一場精心策劃嘅市場營銷？今日超級後廚就同你追查呢場芥花油風暴嘅真正源頭。網路上抨擊芥花油的言論流傳甚廣，其中有一句廣為流傳嘅說法：芥花油原本是二戰軍艦使用嘅潤滑油。這句話一半是史實，一半經過言傳掛大。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大量配備蒸汽滬輪機的軍艦商船需要一種特殊工業潤滑油，這種油品擁有別的油脂，能以比擬的特性，可以牢牢附着在金屬表面，隔絕蒸汽與海水帶來嘅腐化。呢種原料就是油菜籽油。戰爭爆發之後，歐洲、亞洲的油菜籽供應鏈遭到戰火破壞，盟軍轉移向加拿大尋求供救，希望當地擴種油菜。80多年過後，當年為軍工需求開墾出嚟嘅大片黃色油菜花田，如今已經成長為全球第3大食用油原料來源。參考2025-2026行業統計，全球菜籽油年產量約3,450萬，僅次於棕櫚油840萬浸，大豆油780萬。從軍艦機械潤滑油搖身一變，走進千家萬戶廚房，成為存在感極高嘅一場食用油。它的發展史包含一次改名、2次關鍵育種突破，一場跨國貿易爭端，還有一套很少被完整講述的現代化榨油精煉全流程。今天超級後廚，我們就進芥花油嘅穩整世界，直徑見滾良效味嘅黑色細小油菜籽，經歷壓榨、浸出、脫膠、脫酸、脫色、脫臭重重工序，最終化為超市貨架上清澈透亮、幾乎沒有氣味嘅瓶裝食用油。芥花油嘅故事又從這種植物本身講起，它的原植物英文名叫 rape， 中文叫油菜，屬於十字花科原胎屬，和芥蘭、蘿蔔、包菜、西蘭花全部都係近親。中國雲南羅平漫山遍野嘅金色色花海，和加拿大草原一望無際嘅油菜花，本質上係同一種作物。人類利用油菜籽榨油，已經擁有上千年老史。但在很長一段歲月裏，油菜籽油主要定位並不是食物，而是工業燃料。古時候用來點燈，近代也供給蒸汽機車、軍艦機械潤滑，使用二戰結束。蒸汽瓜輪逐步被柴油機取代。加拿大留下大片已經播種完成的油菜田。農民與科研人員開始思考，能不能把這種作物改造成為食用油料？但傳統油菜籽油存在兩道繞不開的致命硬傷。第一是高芥酸問題，傳統品種芥酸長鏈脂肪酸含量高達40-50%，部分品系甚至突破60%。這種擁有22個碳原子的長鏈脂肪酸，人體代謝分解效率很低。上世紀60年代，動物實驗發現，大量攝入高芥酸油脂會造成大鼠心肌脂肪沉積。雖然它對人體嘅真實影響，科學界至今依舊存有討論空間。但世界各國紛紛出台法規劃定上限。美國要求食用油芥酸不得超過2，歐盟上下5，中國大陸、三亞、中國台灣地區同樣將芥酸列為食用油強制檢測專案。第二個難題，類似榨油之後的菜籽餅破，菜籽渣還有剩下嘅餅，本來是十分理想的高蛋白牲畜飼料。可是原料內部含有大量硫代葡萄糖苷，俗稱芥子苷，這類木質分解之後，味道又苦又辣。如果牲畜採食過量，會干擾甲狀腺機能，存在毒性風險。帶着這兩大缺陷，傳統油菜籽很難作為經濟農作物大規模推廣。加拿大在1956、1957年曾經詐試推出第一批食用油菜籽油，市場遭遇鐵底滑鐵盧，壓榨出嚟嘅原油顏色暗沉發綠，還帶着一股刺鼻怪味，數起下完全不接受。這次失敗帶給產業一個重要啟示：想要把一種作物改造成為合格食品，只靠後期精煉遠遠不夠，必須從種子源頭動手改良。轉機來自一份波蘭嘅油菜種質樣本，1967年。這份樣本被送到加拿大薩斯卡通研究站，兩位育種專家時而合作，時而互相競爭，耗費10幾年時間，依靠傳統雜交獨選育種，把低芥酸和低硫代葡萄糖苷兩種原本分屬不同品種嘅性狀整合到同一個品系當中。1974年，斯特凡森培育嘅新品種正式問世，在做實試之上，第一群雙 D 油菜
全鮮作戶輸入業嘅全聲明澤。亦就78年，加拿大西部油脂壓榨商食會注冊咗一艘商品名稱卡羅拉嘅花，同時訂立嚴苛硬性標準，油品界酸必須低於200榨油之後扁樸嘅流袋，葡萄糖苷含量同樣必須達標。兩項指標有一項不合格就不能使用呢個商標。這不單單只是承銷層面嘅改名包裝同步落地嘅事，一整套清晰嚴格嘅品質規範。打通加拿大本土之後，還要攻堅美國，因為在1958年之前，美國幾乎沒有食用菜籽油的消費歷史。按照法規，它不能直接歸入一般供應安全食品名錄。加拿大農業部提交海量營養學試驗報告，歷經7年審核，美國終於正式放行。北美呢個全球最大食用油市場向芥花油敞開大門，自此芥花油陸續登陸亞太市場。在中國香港、中國台灣標能寫作芥花籽油，中國大陸市場普遍標注低芥酸菜籽油或者雙低菜籽油，本云統一稱呼為芥花油，名字改好啦，標準也確難成。我們再回到田間，近看這棵被人類設計出嚟嘅農作物穩整一生，製花整個生長週期很短，從播種到成熟收割大約3個半月，偏好能量氣候。全年降雨量18俄士零700毫米就可以滿足生長。加拿大草原、美國北達科他州、歐洲、中國廣大產區都十分適合它生長。別看種子個頭很小，每一粒油菜籽含油率超過40%。農戶種植芥花有時候並不僅僅看重榨油收益。芥花屬於十字花科，輪作套種可以打斷小麥病害回春。很多專門侵襲小麥的病菌不會侵染十字花科作物，對土地養護十分友好，但芥花對土壤養分消耗不厚。北達科他州立大學資料顯示，每英港產量2磅嘅芥花田會從土壤帶走27磅硫元素，同等面積玉米田僅帶走12磅硫。當地農技部門建議，每英加土地需要補充20-30磅硫肥，養分跟不上，開花少，產量會大打折扣。進入花期，整片田地鋪滿金裝張黃花，也係蜜蜂嘅蜜源地。研究數據表明，用蜜蜂充分授粉的這花田，對比出售蜂群活動的田地產量能夠提升13%。這花期維持3到4周，花蜜糖分充足，產出的蜂蜜色澤淺淡，風味柔和，是很受歡迎嘅蜜種。7月前後，黃花全部凋謝，種莖由綠逐步轉為灰褐色，收割的時間點拿捏至關重要。種莖水分太高，籽粒不易脫粒，還容易被機械基地壓破損。如果過度乾燥，總共一觸即爆籽粒，直接塌落田間，造成巨大減產。2025年北達科他州就吃過例，收割期遭遇持續大雨，田間大量種共炸裂，出現嚴重落粒，損失成熟之後，農戶會先用割曬機把芥花植株放倒，鋪在田裏風乾，等到籽粒含水率合適，再用輪合收割機作業，機器刀片切割滾筒脫粒黑色油菜籽被分離出嚟，直兜果殼留在田地還田。籽粒傳入機器量沖，裝滿之後卡車開到田邊直接接運。北達科他州是美國第一大芥花產區，2020年佔據全美產量80戶，2025年收割面積達到200數十萬英公。放到全球格局看，加拿大2024年產量約27萬棵，位居全球第一。中國大陸親魯60萬棵緊隨其後，印度排名第3。裝滿黑色菜籽的卡車抵達加工廠。第一道關口就係車載取樣，取樣區抽取種子樣品，送進實驗室檢測3大核心指標：水分、溫度、含油率，檢測合格。物料通過地下輸送設備送入巨型儲料倉，單個倉體可以存放50磅菜籽。倉庫必須保持乾燥低溫，油菜籽一旦受潮就會發芽。發芽之後，油脂品質會直接裂變，正式進入加工車間。首先是多重清理工序。多層震動度網，根據顆粒大小動分，把大於菜籽、小於菜籽的雜質分別去除。氣流風旋吹走輕質碎屑塵土，最後全部經過強磁滾筒吸走混雜其中嘅金屬碎屑。很多人會忽略磁選嘅重要性。後續壓榨加坯，全部是高精度總成設備。如果細小鐵屑混進物料高速運轉之下，足以打壞昂貴機器，造成整條產線停機。這是油脂工廠嚴防死守的環節。清理乾淨的菜籽，先加熱調質軟化，送入填坯機，多組高速對壓慢滾筒，把菜籽壓成厚度0.3毫米以內的薄片。這個厚度是工藝試驗得出的關鍵數字。
要最大限度把種子內部油脂細胞橘過壓破，但又不能碾成完全粉末。粉末會干擾後續浸出工序，細胞沒有充分破壞，後續無論多大壓力壓榨，油脂都很難充分釋放間胚完成。胚片送入蒸炒鍋被調溫調濕，再進入螺旋榨油機。大型工檢螺旋榨油機每小時可以處理12磅菜籽，巨大機械壓力把大部分油脂質地壓分離。不過經過一次物理壓榨之後，油餅當中依舊殘留10克882釋二油脂。很多短視頻科普只講到壓榨就結束，但這並不是全部。預壓榨之後嘅油餅會送入連續浸出次製備，使用食品級正己烷溶劑回圈噴淋沖洗。正己烷沸點約69度，可以溶解油脂形成混合油。之後通過蒸發氣體把溶劑蒸發分離，冷凝回收溶劑回圈復用。經過浸出工藝，餅撲殘油可以壓低到1T以下。算一筆經濟價1港菜籽，單純依靠物理壓榨，會有幾十公斤油脂留在餅撲當中。增加浸出工序，這一部分油脂可以全部回收。對於年處理百萬磅港級原料嘅大型工廠，浸出回收嘅油脂係工廠利潤非常重要嘅來源。浸出之後嘅菜籽餅係要送入脫溶烘乾機，一令奧麥係10度環境下停留15分鐘，徹底去除溶脂殘留。成品餅撲溶劑殘留指標要求低於300 ppm。這類補充說明，花生大豆榨油也是這套邏輯，區別在於大豆含油率只有18、20，大多直接浸出。菜籽含油超過40，先預壓榨再浸出剛壓榨，浸出分離得到嘅叫做菜籽無油。它和超市買到清澈嘅芥花油完全兩樣，顏色暗綠彎道，帶着青草味流係異味，完全不能直接嘗試。無油想要成為商品食用油，需要完成4道關鍵嘅精煉簡化：脫膠、脫酸、脫色、脫臭。第一道脫膠，無油裡面含有磷脂類膠質，遇水吸水膨興，會讓油液鍋爐起泡。加熱還容易大量冒煙，工廠加入0.1%期磷酸，把藍水合膠質轉化為可水合狀態，再加入熱水膠質，吸水碎凝成團，利用高速離心機把膠質鐵底分離排出。第二道脫酸，無油內部游離脂肪酸會帶嚟酸敗風險縮短貨假期，加入2億中和游離脂肪酸生成皂腳，再次通過離心機分離，分離出嚟嘅皂腳可以作為肥皂工藝原料回收利用。第三道脫濕，這一步最容易被大眾誤解，很多人以為脫濕漂白，但整套工藝完全不添加漂白化學藥劑，工廠使用活性白桃，這是一種多孔上物介質，依靠強大物理吸附能力，把白綠素類胡蘿蔔素微量金屬雜質吸附帶走，之後過嚟把吸附粒雜質嘅白桃去除，遠離河和牽灘蒸熟，十分省時。第四道脫號，處理完嘅油脂送入真空脫號脫詞下，19-20度高溫深度真空向勁，通入自接蒸機維持2.14°C。菜籽自帶嘅含硫異味物質氧化產物，殘餘游離脂肪酸，隨水蒸氣一同被真空抽走，脫臭完成，油脂游離脂肪酸降到極低水準，幾乎沒有氣味。但精煉同樣需要付出代價。科研數據表明，傳統高溫精煉會損耗油脂、天然失液質、維生素 E， 同時高溫條件下氯離子如果共存，有概率生成氯丙醇酯縮水甘油酯。這類加工副產物，現代大型煉油廠會把風險管控前置，不等到成品成檢測才補救，而是優化前面脫膠等每一道工序，嚴格管控脫臭溫度與時間，盡量減少有害副產物生成。部分芥花油還會增加1度冬化處理，把油脂降溫到05度，保持數小時高熔點淋質釋出結晶，過濾去除。經過冬化，就算低溫存放，油也不容易出現慣溶凝固。每一批成品油都要抽樣實驗室檢測，脂肪酸組成、芥酸含量、過氧化值等等。過氧化值是評判油脂氧化新鮮度嘅核心指標，一旦超標，整批油品禁止出廠。最後灌裝工序，油罐管路會先用成品芥花油回穿沖洗一遍，24個灌裝嘴同步定量灌裝。灌裝接近尾聲，往瓶內沖入少量氮氣，把瓶口區域氧氣置換出去。油脂最大嘅敵人始終是氧氣，沖氮用來延緩貨架期氧化變質。不過瓶裝芥花油就是整條產業鏈產出很少一部分，芥花油真正的主戰場係食品供油。超市貨架上的沙拉醬、餅乾、薯片、麵包、各類預製調理食品配料表出現菜籽油，很大概率就係芥花油。它非常適配工業化需求，煙點高、熱穩定性優秀，
經過脫臭之後，幾乎沒有本身氣味，會掩蓋食品原本風味。幾萬加工廠想有不同批次產品口味完全統一，就需要一群會鬥中性穩定嘅油脂。紅呢部加花油與棕櫚油分工非常清晰，棕櫚油多用於需要室溫固態、追求酥脆谷薄嘅產品，菊花油多用於需要保持液態顏色清涼、風味中性嘅場景。所以當年部分美國品牌宣稱替換菊花油，絕對不只是簡單換一桶油，整條產品線嘅口感、保質期、油炸溫度、加工時長，全部都要重新調試。講完油脂，再看榨油副產物。每處理不播講菜籽會產出接近60斤菜籽餅破，雙低品種餅破蛋白質含量約36氨基酸，配比優秀。啲奶牛肉牛十分油脂的蛋白飼料原料，每項當年肉種沒貨，上啲量嘅指標缺一不可。啲街商補貨持有的燒黑沙，啲留帶葡萄糖監報號用作飼料的餅破。如果沒有波蘭那份種質資源改良，即便油可以精煉合格，餅破依舊難以商業化售賣。榨油工廠能不能盈利？餅破副產品嘅收益佔比很高。這一點和甜菜糖嘅糖蜜、甜菜渣邏輯高度相似。近些年菜籽餅破又開導出新出路，作為生活柴油的原料，美國環保局上調2016、2017再生燃料強制混合指標。辣街當生活柴油原料需求機構預估2026年需期較2025年上漲互氣，2027年上漲81%。加拿大政府2015年出台生活原料急論政策，希望消耗一部分滯銷菜籽。於是同一批黑色菜籽，一部分流向食用榨油廠，一部分流向生物燃料工廠，兩個市場互相爭搶原料，菜籽收購價會直接傳導到超市食用油零售價。療玩產業和回到大眾網絡流傳嘅幾種謠言，中文網絡流傳很廣嘅說法，芥花油有毒是芥子氣原料提煉出嚟嘅。香港食物安全中心、中國台灣食藥部門都專門研究。芥子氣是化學合成化學武器，和油菜芥花作物完全沒有提取來源上的關係。網傳歐洲禁用芥花油同樣屬於不實傳言。真實的爭議來自2016年美國的營養學界與食品行業大辯論。美國前衛生部長小羅伯特甘聿迪多次公開表態，認為芥花油、大豆油這類種子油屬於現代飲食當中最不健康嘅成分。2016年初新版美國膳食指南卻把菜籽油、大豆油和橄欖油並列歸入可推薦食用油脂。美國心臟病學會期刊曾經把相關研究證據分成3類：證據支持有益、證據不足、證據顯示有害。多組隨機對照試驗顯示，用多不飽和脂肪替換膳食，當中飽和脂肪可以改善血脂，因此菜籽油被歸到有益證據一欄，牛油等飽和脂肪歸為有害證據。但批評方的顧慮同樣值得科研界正視。日常家庭以及食品廠高溫油炸，油脂持續受熱，又不斷接觸氧氣，多不飽和油脂確實會發生氧化裂變，這是客觀存在、持續被研究嘅現實問題。再加上精煉高溫帶來維生素 E 損耗、加工副產物風險，都係現代油脂工藝必須持續優化嘅代價。綜合全部資訊就可以看清。爭論不應該簡單化為芥花油是好油還是毒油，重點不在於單一油脂嘅好壞，而在於整體膳食各個烹飪方式、使用習慣。真正和慢性病相關性更強嘅，往往是整套高度加工食品儀式模式，而不是某一款單一食用油。對於國內消費客，還有一類更現實嘅風險，不是油脂本身，而是市場嘅假亂象。2013年，中國台灣大統長基食用油造假事件。違規添加色素勾導，內地也曾曝光過，原本運輸工業油品嘅油罐，沒有徹底清洗就轉運食用油脂。很多時候出問題嘅不是作物本身，而係標路儲運監管。呢些最容易被忽略嘅環節。說到底，芥花油並是大自然演化、天然就完美存在嘅作物，它是人類親手自己改造出嚟嘅大宗商品。冷戰時代，科研人員面對一片價值低微嘅農田，耗費10幾年雜交選，一步步培育出雙低油材。如今芥花產業每年為加拿大帶來約437億加元經濟產值，創造20.6萬個就業崗位。但這種人為改造嘅農作物價格命運同樣會被國際政治貿易左右。2014年10月，加拿大對中國電動車徵收100%關稅。2015年3月，中國對加拿大芥花油
菜籽粕徵收100%後罷關稅。同年8月75%臨時反傾收施對落到轉口菜籽頭上。加拿大2/3菜籽原本出口中國市場，消息傳出，加拿大菜籽出口被迫轉向歐洲、日本、亞洲其他地區，對這些地區出口增幅達到61%，但全年總出口量依舊下跌超4%。呢場博弈一直延續，直到2026年3月1日，中裁稅率下調至5.9%到%，普通進口稅綜合約14.9%，部分臨時關稅同步暫停，長達18個月嘅貿易拉合。改變的不只是外貿報表，加拿大草原的收購價、農戶收入全部隨之起伏。當我們伸手拿起超市貨架上一瓶芥花油，背後這些育種歷史、田間種植榨油、浸出精煉、副產品利用國際貿易博弈，全部都看不見。最後留給大家一個思考：如果貨架上出現一群貼着大大嘅不限自利油標裏嘅食用油，售價係又貴上30%，你會唔會願意買單？歡迎評論區留下你嘅想法，拆解美食背後那些遠超想象嘅供救世界。係先本期內容，歡迎點讚訂閱，看一次結尾，每一口食物背後嘅宮格奇觀。